他怎么了？去天哦！紅hen係好朋友，一隻大牽條，兩隻做上橋。哇哈哈，哇哈哈，節目就會開始啦！安江姐，你怎么了？冇乜計。安江姐，你到底怎么啦？都唔講冇乜計，都係冇乜計。那你的頭為什麼要用衛生紙包起來啊？唔買問你啦，個問我未買都唔講。安江姐，你跟我說嘛，說嘛，哎呦，呢個係秘密，安江啊，自家啲嘅秘密。啦，Hello， 安江姐，誰姑？誰姑？安江姐嘅聽啦，啪！安江姐都不跟我講，我怎麼會知道呢？佢起來動槍，槍乜槍搶木乃伊，多好笑，多好笑，很好笑啊！唔過真見當好笑，這個唔講笑嘛，好笑你啦！唔過真見當好笑，這個唔講笑嘛啊！唔好笑你啦，個笑我是愛欺騙你。安江姐要生氣了。好啦，莫笑就莫笑，安尼是欺騙。唔過安江姐，外面做乜會用衛生紙包起來呢？秘密。就只有他才知道的秘密。秘密是唔得講哦。都唔講係秘密咧，行門。誰姑啊？安江姐，你乖乖哦。嘿呀，包得好像木乃伊，當好笑。莫笑，個笑叫咩？欺騙。塞姑，你們在做什麼啊？塞條，你來得正好哦。我跟你說，真的，安江姐變成木乃伊哦。而且安江姐有秘密不告訴我們哦。秘密。我最喜歡知道別人的秘密啦。安尼就上一個潘爸。打開安江姐的秘密。咕，世界前輩那個英雄 Super Chicken 了咧。我叫啦！叫個超人，叫得來睇笑。請用咁嘅 Super Chicken 天朝嘅萬成日嘅節目。我叫啊！我要潘爸，
空哪个？你个笨！我买啦！我买！来，翻你个！我买啦！我天哪！来，三天的模式。冇见哦！汉江姐，你要头呢？因包黑，唔好当夜呀。是啊，你要不要让他透透气，呼吸一下呢？东兄哦。按你用，还是那些东西哦。当然是的，我爱。按你好嘞，同我讲，你那个秘密，另个子本事。买啦。哒哒，汉江姐，把秘密告诉我们，这只保守就送给你哦。爱。汉江姐，只要你跟我们讲，这些通通送给你。圣诞，原来莫讲闷的啦，讲闷我是爱好。安江姐，懂你，你都爱到流汗呢，卫生纸这样来种。阿舅，汉江姐，很多流屁脓嘞，卫生纸借我一张。汉江姐，厕所没有卫生纸了。我想，气天呢？是的，他很生气。就样气点呢？胡姑姑，世界前比赛嘅英雄 Super Chicken 嘞！我叫啦！叫個超人，叫到來睇show。請用更加 Super Chicken 天朝嘅完成嘅節目。我叫啦！還有泡飯，空下界，你嘅本。我買啦！來翻你個！我買啦！來，上天的模式！白衣，東白衣！汉江姐，唔好叫你啦。衝啊！阿強姐，唔同男人講，你個面做乜會變咗暗呢？認真，我這下比賽咗，是太多剃頭嘞，過敏是變咗暗嘞嘞。阿強姐，唔好用手出面哦，安尼唔會好哦。求
安家姐，那你有没有去看医生呢？莫惊吧，看医生就会好了嘛。安尼之后莫惊，有本先生看就会好了。不过安尼，我都唔免亲江甲安江这呢啦，谁姑，啊，做嘛该？魔镜拿去了。啊，拿魔镜要做什么？哎呦，两万股魔镜是在本地翻译。啊，没啦。哎呦，快拿出来啦！哦。魔镜啊，魔镜，明明是全世界亲江的鸡嘛。在我们4个里面，安江这是亲江的鸡嘛？讲嘛该？托恩世界的 boy。讲嘛该？安江这是给亲的 boy 亲江的鸡嘛？别同我讲。哟，四姑，你用半音，地波爱么？对，我生气了。四姑，我好博安，要重段通腰本頭麼？嘿，好啊。嚟，在嘟嘟埋條褲，在便便埋牛眼，在煙煙埋扮煙，在匆匆埋豬蔥。哇，仙氣哥哥，你係乜嘅意思啊？四姑，你可能一重埋計，在嘟嘟。氣氣。在便便。叫。在匆匆。笑。在煙煙。哈哈哈哈，係太笑，笑嘛。哦，四姑，你安靜哦，所以唔好在嘟嘟誒，我多笑才等一下。你也是才當好教，下次擺安講這件呢，我冇聽你講哦。哈哈。追嘟嘟，買豆腐，追便便，買牛眼，追圓圓，買小圓，追長長，買豬腸。哇，四姑，你安強啲麼？你強下女床好嗎？好啊。好，來啊！在嘟嘟買豆腐，追便便，買牛眼，在煙煙買扮煙，追長長，買豬腸。耶！仙氣哥哥，我真見當教師呢。紅菇很係好朋友，一隻大金條，兩隻做上橋。哇哈哈，哇哈哈，朋友和你在飛啦！感謝收看。